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教会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，求主帮助我们，透过今天的福音经文，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一位怎么样的君王，也让我们这一些接受基督的人成为小君王的人，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，活出基督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基督普世君王节，这是一个教会年历当中非常晚出现的一个节庆，大概1970年才定下这个节日。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23章33节到43节，是耶稣路加的受难史的核心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当时路加的读者非常熟悉这个残酷的死刑，所以路加没有详细的报道，只提到几个重点。而这几个重点呢，首先是耶稣为他的仇敌祈祷，实践了他自己所教导爱仇敌的教训，路加福音6章28节。其次是兵丁瓜分了耶稣的衣服，符合了当时的习俗，也应验了诗篇22篇19节的经文。最高峰是耶稣受到3种人的嘲弄，以及对一位强盗的保证。我们今天就要来详细的解释这几个方面，然后呢，解释完了以后，我们来提到我们怎么样来省思。好，首先，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，耶稣是一位怎么样的君王。世上的君王威严赫赫，驾奴万邦，权高势大，掌控一切。他绝不容许任何人的羞辱，更不容许别人的违背跟忤逆。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，却是一个受尽凌辱、受苦而又施恩的耶稣，怎么可能是犹太人所等待的弥赛亚君王呢？好，我们来看33节到34节。赦罪之恩言，这是一个被羞辱的弥赛亚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情景，好像一出独幕剧。路加所记载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，耶稣在十字架上7言，第一句话就是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最明显的，这个赦免他们是指着杀害他的人，其实也是包括等一下我们提到的3种对他亵慢的人。路加福音的核心是强调上帝的慈悲，所以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当君王，一定是个公义，但是路加却凸显基督的慈悲。上帝的慈悲恩典带来真正的福音，仰赖上帝的恩典跟慈悲人必定得救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，各种程度，我们都得罪了上帝，都需要基督的救恩。所以基督早就向天父祈祷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所以不单指着强盗或者当日逼迫他的人，也包括今日的你我。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像强盗那么坏，可是那个诱盗，那个得救那个诱盗，他尚且因为相信耶稣的慈悲而得救，何况我们呢？这带给我们很大的鼓舞。我们等一下会来进一步的深思这段经文的意义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3种嗤笑耶稣的人。耶稣是一个被嘲弄受苦的弥赛亚。有3种人，第一种人是群众的首领嘲弄耶稣，第二个是罗马兵丁戏弄耶稣，第3个是不肯悔改的左道也来戏弄也是嘲笑耶稣。弥赛亚是希伯来文，意思是受膏者，受膏的君王。希腊文是基督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许多的群众都狐疑的站着观望。路加很特殊，路加没有像马太跟马可说到那些群众也嗤笑耶稣，没有。
而当时的犹太领袖十分确定耶稣就是个骗子，他就嗤笑耶稣说：“你救了别人。”不是啊，他说他对所有群众讲，他说他救了别人，他是基督，上帝所拣选的，可以下来吧，救自己。这番嘲弄的话，其实路加是很幽默又吊诡的，恰恰说出耶稣的身份，他真的是被圣灵高某的。路加福音3章21节到22节，他也是父所拣选的。路加福音9章35节。所以，这个犹太首领的嘲弄，就应验了圣经前面2段经文。耶稣刚开始对他故乡的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也说：“你们必定对我说这句话，医生，医治你自己吧。”路加福音4章23节。所以，公议会审问耶稣的时候，也问耶稣说：“你是上帝的弥赛亚，上帝所拣选的吗？”他们就用这样来定对耶稣。所以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犹太人的首领对耶稣的亵渎，其实却反证出耶稣是一个弥赛亚，是个受苦的弥赛亚。我们来看那个罗马兵丁怎么戏弄他。罗马兵丁也毫无怜悯心，跟着起哄。他随身带着酸醋递给耶稣，这是应验的诗篇第69篇21节。他们拿着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然后他就嘲笑说：“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”那个是直接的笑耶稣。刚才的那个群众的首领是背对着耶稣，对群众笑耶稣。然后呢，兵丁就起哄了。然后比拉多就按当时行刑的习惯，要给他们冠上个定罪状的牌。那定罪牌呢，是写着“这是犹太人的王”，而用希腊文、拉丁文跟希伯来文3种文字来昭彰显著，以儆效尤。这好特殊啊！在这里，这个不屑的话，反而道出真理：耶稣不是犹太人的王，而且用拉丁文、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表示耶稣基督是普世的君王。这是圣经上很吊诡的哦。耶稣基督被嘲弄，反而显出了真理。好，第三个那个不知悔改的罪人，犹太的首领跟兵丁羞辱过耶稣，以耶稣同定十架的那个左边的强盗了哈。那个左道嘲弄耶稣说，讥诮耶稣说：“你不是基督吗？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”这位左道其实对耶稣曾经有一丝丝的希望。既然3个人都同定，风雨同舟，就应该同舟共济，一起达到自由幸福的彼岸。他也许听过耶稣曾经讲到，不但很吸引人，而且更显神机，让人大开眼界。他使盲人看见，使哑巴说话，使大麻风病的得洁净，还驱逐魔鬼，真了不起！还使死人复活，还步行水面，主席了狂风暴浪。哇！想到这个人说，这个左道想到出神之处，说不禁燃起了无限的希望。他说：“这个人真是弥赛亚，我有救了，我有救了，而且我还跟他一起受苦。”他期待自己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得释放，但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了。他看到这个人竟然在群众的喧闹跟耻笑当中，被骂不还口，被钉又不还手。这个曾经被弥赛亚的人，真的越来越了无生气，真的是油尽灯枯，竟救不了自己，更救不了人。哎呀，我刚才到头来，所有的都空欢喜一场。从希望到绝望，从绝望到愤怒，终于忍无可忍，心想：什么弥赛亚，大骗子！什么传道教训人，胡说八道！行什么神迹啊，故弄虚衔！他不是弥赛亚，所以他救不了自己，也救不了任何人。这一切不过是大骗局。这时候这样讲完了以后，3种人讲完了以后，我们看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悔改的罪人。
这里讲到基督是施恩的弥赛亚。另外一个右道，右边的强盗，这个人很特殊，他独排众议，独具慧眼，勇敢的斥责左道说，他不但仗义直言，而且为耶稣辩护，而且还承认自己有过错，宣告耶稣无罪。他说，对那个左道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上帝吗？我们是罪有应得，因为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所该得的报应。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。路加福音23章40到41节。虽然他的话中并没有明白的说出耶稣是他的救主，但清楚的表达这个含义。他恳求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当你进入天国的时候，你的王国来到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在42节。所以基督虽然是临终，但是基督还是有王者的风范，仍掩盖不了他的灵气，透露出无限的生机。而这右道就看出这一切，他隐约的知道耶稣的身份，他被耶稣的人格、气质、生命所深深的吸引，他就呼叫耶稣的名字，但没有求他救命。他呼叫耶稣的名字，想到他是个王，他纪念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很丰富的意义，指着上帝跟他的以色列民所立的约，然后恩典施恩。所以他对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！”他把耶稣当作朋友，然后说：“求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。”然后耶稣说：“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你今天要同我在乐园里。”耶稣基督非常的权威，而且隆重的保证：今天不必等到明天，不必等到世界末日，而且在他死后立刻与耶稣同进天国。好，这段经文我们解释完毕，我们现在来反省。怎么样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身上？首先，我们来反省耶稣的赦罪之言。耶稣基督是满有尊荣、赦罪的君王，这是普世君王节里面我们应该要认识的。耶稣呼召我们要彼此宽恕，这是基督徒最根本的呼召之一。但是我们要宽恕人实在好难呢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实践上极为困难。如果别人对我们无心之过，我们还不难释怀；最难释怀的是对方刻意伤害，而且又一再伤害又伤害，还死不认错，还觉得理所当然。请问你受得了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在加略山上的耶稣为伤害他的人祈祷。这个伤害的人包括直接行刑的人，也包括在一旁鼓噪的人。他们都是大罪人，他们知道要钉死耶稣。然后我们来看耶稣祷告的内容。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难道耶稣不晓得杀害他的人吗？他当然知道。难道耶稣不知道他们故意的吗？他也知道。可是他的祈祷却说明，犯罪者其实没有判断力。他不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，反误以为耶稣是亵渎上帝、煽惑民众的。为什么没有判断力？圣经的启示是：当人被魔鬼捆绑、被罪恶奴役的时候，他的灵性失去了灵性的恩典，就没有那个属灵的鉴别力，他就无法认识上帝。十字架的事件在告诉我们，魔鬼狠，罪恶可怕，让人误以为，让人没有办法领悟耶稣痛恨罪恶，却甘心为罪人舍命拯救罪人。耶稣的榜样给我们知道，所有伤害我们的人都是出于无知，他们的人性因罪恶受到严重的扭曲跟伤害，失去了认识真理的能力。所以伤害我们的人其实是软弱的人，他们是加害者，是弱者，是罪恶的奴隶，他们需要被拯救跟释放。你们同意吗？所有的加害者，其实他是受害者变成加害者。他当年人家加害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非常愤怒，
他却不肯赦免，而且他去 copy 拷贝那些加害人的行为，而且那加害人的行为是他最痛恨的，结果他自己茫然无知。这点是，尤其在家暴上是一样，几乎我们看在家暴里面，几乎背后都是一个家暴的受害者，变成家暴的那个。我认识一个立法委员，他还没有当立法委员以前，他曾经是个立法委员，他在新竹少年看守所做过21年的志工，每一个礼拜都去。他最后一个感受说：“我发现这一些少年斗狠的年轻人，没有一个不是受害者，今天变成加害者，所以出于无知。”所以，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，呼召我们去赦免人，因为那加害我们的人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是一个人格被扭曲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他的语言、他的暴力而受害，而觉得说我没办法原谅他。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典范。当我们愿意原谅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就是小基督。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，基督的身份里面是君王，所以我们是小君王。君王王者之尊的尊荣，就是愿意赦免。所以耶稣以君王之尊祈求天父宽恕定他的人。这个祷告是多么的优美感人，充满着温柔、仁爱、安详。耶稣不止口头教导我们爱仇敌，更是以身作则。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真的不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该彼此拥抱；我们家人也不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该彼此拥抱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对慕道友可以百般的容忍，对初信的人还可以包容，对老基督徒怎么可以？对执事恨死了，对牧师呢，你使我跌倒了，了解吗？其实我们都需要包容啦，牧师也是蒙恩的罪人啦，同意吗？其实牧师的罪更大了，因为牧师每次要讲道，我刚才在准备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满罪恶感，你知道吗？一直认罪，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罪，了解吗？我们都需要彼此赦免。好，我们既然有基督的身份，小君王，我们应该真正以基督为师，以基督为我们的师尊，照他的榜样。其实这一句话，耶稣这句话也向我们说，对我们生命中充满罪恶的人说，我们生命中怀着恐惧。我们无法接纳我们自己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应该很完美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怎么有这种想法呢？我们很难宽恕我们自己，很难接纳我们自己。很像荣格所说的，荣格他有一句话震撼我，他说，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说，当我坐在弟兄最小的身上，就坐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所以我看到那些卑微的人，肚子饿了给他们吃，渴了给他们喝，赤身裸体给他们衣服穿，我就坐在尊贵的耶稣基督身上。但是我发现有一位弟兄是最弱小的弟兄，他最会无理取闹，最乱来，而且他最赤身裸体。我了解他赤身裸体，知道他所有的缺点，而且我了解他的软弱。这个人是谁？我没办法接纳他。他说：“这个人就是我。”我觉得荣格那个精神医学家的荣格他很有反省力。所以耶稣这句话在带给我们什么？宽恕的泉源，带给我们希望。他宽恕我们，所以我们应当宽恕我们自己。他能够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解脱，所以我们要学会去接纳自己，去接纳自己，去包容自己。当我们学会接纳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用神怎么接纳我，才能够接纳人。同意吗？当我对我自己不能接纳，我对我自己百般挑剔的时候，我爱我的配偶，我就百般挑剔他；我爱我的儿女，我就百般挑剔他。同意吗？当我对我自己不能接纳，我对我自己百般催逼，我对我儿女就百般催逼，对太太百般催逼。所以，所有源头来自于我自己。而耶稣基督，他告诉我们说：“你在基督里已经被接纳了，被赦免了，请你可不可以接纳你自己？”好，这是圣经上教导。好，我们第二个来反省。我们来反省亵渎耶稣的3种人。我发现耶稣是以善胜恶的君王。耶稣基督是君王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习耶稣这一招，以善胜恶。你看
路加简洁的说三种人。耶稣被定刑的时候遭受侮辱，然后呢，耶稣为罪人祈祷的时候，看到耶稣为罪人祈祷，他们就羞辱。这个好荒谬啊！就好像以色列人知道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他们就起意要杀耶稣，而且连拉撒路一起杀，连拉撒路一起杀，这人的罪性。好，这三种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所以我们都不重复。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三种人，其实犹太领袖以宗教的口吻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他是基督，上帝所拣选的。他讲到上帝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然后坐监那个兵丁用政治性的手法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，犹太人的王。那个作奸犯科的强调，他是用伦理上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嘛。所以这里三个所说的讥诮，希腊文里面路加所用的那个动词就是亵渎这个字。好，当众人极尽讽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有没有说你敢讽刺我，咒诅你？没有。耶稣是以善胜恶的君王，你知道吗？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软弱，他的生命显露在三种人的身上，把上帝的慈悲显露。第一个，诱导承认自己的罪，看到耶稣的清白，说：“耶稣啊，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纪念我，悔改。”结果耶稣基督马上怎么样？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同我在乐园里。那个左道不悔改，右道悔改了，这耶稣基督的恩典。第二个，那个政治破坏者，那兵丁没有悔改。但是在旁边监督兵丁的百夫长，他目睹以后说：“这人真是个义人呐！”他参与了讥笑跟定死耶稣，但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展现的那种宽恕所感动，承认自己错杀了善人而悔改，好特殊啊！耶稣基督真的是这样。然后最后呢，群众呢捶着胸膛回去，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慈悲，忏悔的离去。上帝没有因耶稣的死而大发异怒，虽然有地震，但没有压死人，反而看到上帝是恩典的主，以善胜恶的主。因为耶稣基督求饶恕，天父就真的饶恕了。你看，上帝耶稣基督是以善胜恶的君王。第三个，我们来省思那个悔改的罪人，耶稣基督是施恩拯救的君王。临终前的悔改的诱导，真的是独排众议。我们基督徒真的要成为一个另类的人，独排众议跟随主。他竟然独排众议，像那个垂死的、败坏的、身体败坏的那个完全没有指望的人，寄予他人生全部的指望，完全的投注在耶稣身上。所以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信心。他们这个是彼得对彼得前书对那些第二代的基督徒说什么？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；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彼得前书1章8到9节。耶稣被诬陷、被耻笑、被亵渎、被谩骂为假救主，唯独这个人说不，这个人是从上帝的恩典跟上帝所给的信心，说你是基督，这好特殊啊！我们同样，我们拥有了信，我们也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也一样得到永生，我们也可以在乐园里，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。那个重归乐园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恢复了上帝当年创造我们的形象跟尊荣，这是很特殊的哈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省思，基督到底如何做我们的君王？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耶稣是施恩拯救的君王，以善胜恶的君王，是一个赦罪尊荣的君王。然后我们最后来想，耶稣基督其实是一个降卑的君王。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上，应该学习耶稣基督走卑微的道路。今天是基督普世君王节，所描述的基督君王却是个受苦、受死、被钉十字架、被嘲笑、被戏弄的囚犯罪人。OK，
民众领袖、罗马兵丁、左道、右道跟群众，每一个人看耶稣的角度都不一样。请问你今天要选择哪一个角度来看耶稣？你是一个单纯看热闹吗？还是嬉笑嘲弄者呢？还是因耶稣基督相遇的悔罪的人？今天庆祝基督普世君王节，我们每个人都满身自问：主啊，我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所以耶稣基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，众人都仰望他。彼得羞辱了写下那个牌子，其实是非常吊诡。约翰福音18章32节说，这应验了耶稣论及自己怎么样死去而说过的话。上帝确实能够在出人意料之外实现他的救恩，因为整个死亡、耶稣受难的程序都有上帝在背后掌权，这是很奇妙的。所以耶稣是穷苦人的救主，他垂死的时候好像自身难保，可是他却给那一位右道说：“今天你与我同在乐园里。”所以路加就用“今天”这个字指明救恩的来临。其实路加福音里面出现了20几次，讲到今天就是这样。耶稣对撒该也是说：“今天救恩临到你家。”所以我们就发现，耶稣基督忠信到底。魔鬼3次试探耶稣，而那3种人也3次羞辱耶稣、亵渎耶稣，但是耶稣至死都忠心于上帝儿子跟弥赛亚的身份，因为他是受苦的弥赛亚，是赎罪的弥赛亚，不是耀武扬威的弥赛亚。明显显示上帝拯救他，不是拯救耶稣，不是免于死亡，而是通过死亡，而且必须受苦才能够进入荣耀。这是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所说的，很清楚。耶稣在无助中的拯救、软弱中的刚强、死亡中的生机，这是很难透视的奥秘，这也是苦难的意义。同样的，我们这些成为小君王的人，请我们在这世上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耶稣的君王不是来自政治性的、军事性的跟经济性的，不是。耶稣基督断然的拒绝魔鬼对他试探说：“你朝拜我，我将世界一切的国度跟荣华交给你。”耶稣断然拒绝，他甚至于抛弃了他的神圣权威，倒空自己，像我们一样的人，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既贫穷又无权无势的耶稣，怎么做君王呢？他是用他整个生命活在上帝的旨意里，成为天父慈爱跟宽恕的记号。我们人间人人都要往上爬，而耶稣基督是降卑。所以我们这些在世上服侍基督越深的人，走上越卑微的路。上帝当年把耶稣基督降卑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上帝就把他升高，升为什么？至高，然后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。今天我们基督徒效法基督，我们是效法耶稣，不是效法基督。因为基督的高举是上帝高举他的，他自己是自甘那个，所以我们今天学基督也是学那个走卑微的路，然后呢，将来上帝把我们举高。如果我们在这世上是举高自己，那我们是走堕落的路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什么荣耀的神学。罗马帝国说：“我教宗，我是万王之王、万之之主的代表。”所以你没有纳11奉献，我把你抓去关，了解吗？你讲话批评我，我用异端裁判所把你杀掉。马丁路德说不对啊，耶稣基督是十字架的基督，是受苦的基督啊。今天普世君王节是谁定的？是天主教。天主教梵蒂冈第2次大公会以后整个忏悔，他说我们走错路了，我们走错路了，我们中世纪我们杀人，我们耀武扬威，错了，我们悔改，回到基督。君王是一个卑微的路，所以教宗不再说我是万王之王的仆人，他说 I am servant of all servants， 我是所有仆人中的仆人。今天
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当我们纪念基督是普世君王的时候，我们学习基督向下卑微，直到十字架。我们耶稣基督在执行他君王的使命，是由内而发的权威，不是史书的权威。我们基督徒要活出尊荣，活出这世上的典范，活出来，而不是耀武扬威的，整天在那边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不是走向一个成功的神学，我们是走向一个卑微的神学。将来上帝把我们举高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临洗的时候，你就让我们分享了耶稣基督君王的职分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不走世俗、威权、金钱、地位、名利，而是走一个受苦服侍的道路。恩待我们荣光堂，在我们建堂以后，我们不是一个世俗的荣光堂，而是像基督一样发出赦免、施恩、怜悯、降卑的荣光堂，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都成为像基督这样的尊荣。我们的尊荣是带着主你所给我们的权柄，是赦罪的权柄、施恩的权柄，使别人因我蒙福的权柄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